来关心立法院审查总预算案，下晡已经三读通过，落尾是拢总态度2025亿，冻结2600亿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包括经济部补助台电1000亿是拢抬掉啊。总统赖清德的国务机要费是冻结2000万，若检察院业务费2亿4000万是抬对半，冻结30%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嘛，搁再批评在野党，讲因造成国家严重伤害。立法院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，20日开始进行无断电的审查。第一立委摒暝讲，上演马拉松式的表决，不过过程一直有争议，出现表决搁再贴案的乱象。一直到21半暝完成二读，下晡三读，有真侪部会预算予大台，包含经济部拨补台电1000亿2万块，予南北全台。原本在野呛讲要甲数发部 NCC 业务费抬到剩1块。后来决定甲 NCC 业务预算对半，抬3758万，冻结10%。所谓发展部是抬2亿。针对170案宣告撤案。总统赖清德的国务机要费预算3000万，若被联手抬1000万，冻结2000万。要求赖总统说明，前总统蔡英文过去安怎使用，才会当动支。另外，监察院业务费2亿4273万6千块，减低50%，冻结30%。监察院的这个一般行政跟业务费啊，都是差不多变了9000多万，全部都被砍掉了，甚至他的巡查业务，都被砍掉了。现在大概是等于是他被废掉了这个前兆。我还是劝行政院是谋定后动的事实上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那么针锋相对的，很多预算在这个部会首长来跟我们沟通的过程中，也有改变的删减的幅度。蓝白的联手之下。然后来对准我们的总预算案，已经突破了史上被删减跟冻结最高额度，也最不合理的一个审议结果。因那公司23亿的预算，落尾是予抬2300万，冻结25%，大约是5.7亿。对民生经济到外交国防预算予动抬落，民众党团高算讲，总预算抬2100亿是创下新高。对此，行政院长杜英泰第3届亲上火线，带领各部会首长指控南北甲国家陷入危险之中。再扣掉2500亿以上的一般性补助等等，我们实际上可用的也只有1.3兆而已。如果我们还要再扣掉计划型补助，那1.3兆还要往下降。如果用1.3兆来算，2100亿是16%。唱水南的预算18亿，予冻结50%，加上国防预算予裁减。北方会强调讲，国防是倒退路，也向国际展现台湾无捍卫家己的决心。杜英泰是感谢国人、民团、工商界的关注，也发声在野党，莫为着出气、裁减预算、破坏体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